比特幣 ATM 出事啦！北美最大比特幣 ATM 營運商 Bitcoin Depot 正式申請破產保護，即刻關閉美國、加拿大超過9200部比特幣 ATM。另一方面，華爾街巨頭出現重大逆轉，摩根大通、貝萊德呢啲大銀行以前極力抵制比特幣，而家反而主動入局。點解會咁樣？其實好簡單，華爾街大機構玩嘅係正規比特幣 ETF， 係受當地監管嘅資產配置，佢哋當係數字黃金儲值。但街頭嗰啲比特幣 ATM 主要做散戶現金兌換。而家美國監管越收越緊，好多州直接限制甚至禁止呢類機器營運，現金買賣渠道越來越難做，所以先至大規模倒閉。呢件事反映出一個現實，大資金認可虛擬貨幣嘅資產屬性，但普通人散戶現金交易嘅路已經越行越窄。溫馨提示：虛擬貨幣波動極大，風險極高，無論係海外定香港，投資虛擬貨幣都要極度小心，風險遠超你想象。